为着要防止非洲猪只对9月开始禁止猪笼用喷饲猪，农委会也强调讲，最近当咧紧张，禁止用喷是较安全的选择。有环保团体也烦恼讲，这加出来喷会成做一项新的问题。环保署也讲有补助县市政府设立堆肥、发电等等的设施来处理这挂喷。一只猪拢客做伙，手咧食饲料。这个猪原本都是食高温煮过的喷，为着防止非洲猪只，行政院要求9月份暂时改做食饲料。虽讲政府有提供一只猪500块的补助，但是猪农讲根本无够。一只猪一个月来讲，它有1000块的饲料钱啊。用喷来讲的时阵，大概占饲料到2成左右。 等于是给变相的成本。每个人的饲养成本不同，我们用的是均一价，我们没办法去针对单一猪农他自己的成本去做说要符合他的需求。嘛有环保团体烦恼，禁止用喷饲猪，结出来的喷要安怎处理，加做一项新的问题。环保署讲有补助县市政府设立堆肥、发电等等设施来处理。所以这么大量的熟厨余，如果忽然进来，其实会影响本来的操作体系。所以我们目前是先提供焚化厂跟掩埋场的方式，让他们先处理，那慢慢一步一步开始就会导到我们当初13亿经费补助的这个设施。 对，会慢慢来，因为不能全部就把熟厨余倒到我们的设施。黄正雄认为，喷若堆肥处理需要3个月的时间，若是高温煮过，确认安全互猪食，8点钟猪就会使消化，是较好的处理方式。环保署甲农委会讲，虽然过去稽查拢无发现猪笼无煮喷就去饲猪，但是这段期间完全禁止是较安全。记者郭冠长随屯台北报道。